开始，咱来关心中国掠鱼的快艇撞击来咱金门的限制水域，因为走险检查全并船，造成2个人死亡。即马地司长话，伫即个水域的关系有变较紧张。着一只金门南势公路初1号游艇昨下晡在经过大吉大海域的时，中国的海警船是硬要上船，硬要检查，互20外个游客是惊驾。咱海巡随赶到现场，规路保护咱的游艇转来金门的水头港。 有点紧张，有没有觉得惊怕？没被关注了。你看头条，很怕回不了台湾。游客当到华顶游玩心惊惊，因为进前向向互中国海警定巡临检，一只金门南势公路初1号游艇19下晡4点外，经过金门大吉大海域5通水道附近的时阵，后来个中国海警强制定巡临检30分钟，互20外游客是真惊吓。 中国海警，是中国海警吧？中国海警上船啊！是上船登检的，登船啊！然后我们就是开了半个小时。进前才发生中国船拒检盗走并船事故，中国海警强烈表态，要加强海上常态化执法。海巡署表示，透过雷达甲红外线在影像系统发现中国海警船，并可登检国籍金美邮轮。 马上派舰艇赶去现场，然后就一路该陪伴登去到金门水头港。 金轮属金门当地海上观光船，陆方亦有类似观光船至金门外海导览。本属舰体本于善意，对此无故意违法误入我方水域船舶，均以广播驱离，从未登检。海巡署呼吁陆方秉持和平理性，共同维护金厦海域安宁。 根据中国港口网资料显示，19中岛过后有6只中国海警执法船伫金门海域周边航行，被载去的4只增加2只。多敏感的时阵，金门渔会提醒渔民出海爱提高警觉，有状况就要汇报。这2天都有出海，目前没有什么状况。利用这个渔会那个群组，向那个渔民宣导。 出海要注意安全，有任何状况随时回报我们的电台。上新的进度是，泉州市红十字会20日会派人陪中国籍船员家属到金门，接回2个生还的人员，佮处理相关善后代志。海巡署甲陆委会配合，已经做专职人员进驻金门，提供专案协助。国台办呼吁台湾方面，应该对船员家属甲有关人员到金门提供方便做好安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